大家好，我係 Fely。小朋友，當你哋嘅朋友提出咗一啲唔合理嘅要求嘅時候，你哋會選擇盲目咁遵從啊，抑或係同佢哋講唔要呢？今日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，書名係《小女鼠向前衝》。喺開始之前，邀請你哋先撳個掣 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先啦。如果準備好，我哋又一齊睇下呢本故事係講咩噶咯喎。小女鼠向前衝。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我想問你哋一個問題：你哋可唔可以分辨出呢兩隻女鼠究竟有咩唔同呢？我估你一定分唔到啦。咁係因為幾乎所有嘅女鼠睇起嚟都好似㗎，唔理佢哋嘅聲音定係行為都好似㗎喎。除咗呢一隻獨特嘅女鼠，佢係一個例外。當你問一大堆嘅女鼠，如果你嘅朋友全部都要跳落懸崖，你會唔會跟住跳啊？嘅時候，所有女鼠都一定會點頭，就只有佢呢一隻準備去潛水嘅女鼠，佢會搖搖頭答你，佢唔會跟住跳㗎。你睇呢隻女鼠做嘅所有嘢都係獨特嘅。當其他女鼠都匿喺個地洞裏面取暖嘅時候，就只有佢會同啲海鷹一齊滑雪。當所有女鼠都喺度吱吱吱吱咁叫嘅時候，就只有呢隻特別嘅女鼠呢，會打住嗰個向海豹借嚟嘅邦哥鼓。仲有啊，當所有女鼠都喺嗰啲石頭底下揾緊苔蘚嚟食嘅時候，就只有呢一隻特別嘅女鼠，佢會訂製呢一個意式臘腸披薩加雙份芝士同埋辣椒醬做佢嘅午餐。冇錯啊，呢一隻女鼠係一個徹底嘅異類，佢喺每一張合照裏邊都非常搶眼㗎喎，而且玩捉迷藏嘅時候，佢都特別容易俾人發現，因為佢嘅裝扮實在太特別啦。佢嘅同伴當然有試過想要同佢溝通啦，但每一次都會失敗喎。每一次其他女鼠去揾佢，得到嘅答案就只有：我叫雷利啊，唔該你哋叫我雷利啦。當然啦，其他女鼠係唔想咁樣叫佢㗎，佢哋根本唔認為有女鼠會叫做雷利，佢哋根本唔認為一隻女鼠應該有佢哋自己嘅名字。冇幾耐，女鼠們就召開咗一個大會啦。需要討論嘅問題就只有一個。大會嘅主持人就問：你哋覺得係咪所有女鼠都應該一模一樣？其他女鼠都大聲嗌：冇錯啊！就只有雷利搖搖頭，梗係唔係啦。雷利並唔想勉強咁改變自己，於是佢就試住做一啲其他女鼠從來冇做過、從來冇諗過嘅事情。雷利試住去同海豹一齊生活，但佢發現海豹們太嘈啦，日日到黑都淨係喺度嗷嗷嗷咁樣叫。所以雷利搬走咗啦，然後雷利又去揾海鷹一齊住，但佢發現海鷹嘅生活環境實在唔太適合一隻女鼠居住啊。後來雷利又走咗去拜訪北極熊，不過呢，
北極熊根本就唔想雷利喺度阻住佢喎，甚至有一隻北極熊仲想食咗雷利添啊！雷利喺出邊揾唔到地方住，就只好一路跑返屋企。冇諗到返到屋企，佢發現其他老鼠都喺度跑緊喎，而且佢哋仲直接咁跑向懸崖添啊！原來老鼠們想要做一個非常危險嘅實驗，佢哋想知道老鼠係咪真係會麻木咁跟隨別人？如果佢哋嘅朋友跳落懸崖，其他老鼠係咪都會照樣咁跳落去？雷利雖然唔贊同其他老鼠嘅行動方式，但佢並唔希望自己嘅朋友受傷。於是雷利用最快嘅速度向前衝，佢喺隊伍嘅最前方嚟一個急轉彎。而神奇嘅事發生啦，所有老鼠都跟住佢一齊轉彎啊！老鼠們緊緊咁跟住雷利跑，好快每一隻都平安無事咁樣返到屋企啦。佢哋一齊接受住英雄嘅招待，享用住意式臘腸披薩加雙份芝士同埋辣椒醬作為佢哋嘅午餐。冇錯啊，佢哋有所改變，唔會淨係食苔蘚啊！當其他老鼠喺度享用緊佢哋嘅午餐嘅時候，雷利就問咗佢哋一個問題。佢話：如果你嘅朋友全部都要跳落懸崖，你會唔會跟住跳啊？雷利並冇得到任何回答，但佢好開心啊，因為佢知道佢嘅朋友終於會自己思考，唔會麻木跟隨別人啊！當然啦，老鼠嘅本性又唔係咁容易話改就改嘅，有時佢哋都會提出一啲無理唔合理嘅要求，而且都會有老鼠附和㗎。不過後果係點樣呢？佢哋就要自己負返啦。咁今日呢本故事就講完啦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有咩都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